了解自己的这个器官啊，特别强调这个更要懂啊，预防。他们本这个心态方面是想预防啊，结果很糟糕，因病成药。想要治好这个病，结果讲出来变成更严重。想要预防，结果在渲染，怎么办呢？这个问题，这个值得我们深思的。所以这个题目让我来讲，我也是觉得战战兢兢啊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，不敢讲啊，不讲又不行啊，讲出了又不得了啊，你说怎么办？现在的这个教育问题啊，他们都学西方的这种观念，认为他们就没有问题，我们是落后，这是对我们的我们对我们中华文化没有深度的信心，才会有这种后遗症，就搞得天下大乱。系统给他不讲这个，一般老